Three, two, one, go! Hello everyone, I am Lucifer。今日我會嚟組裝大家眼前呢兩款陀螺，佢哋分別係 BX02 平衡型嘅煉獄魔獵，以及 CX10 持久型嘅戰狼狩獵。大家眼前見到嘅分別係兩隻陀螺嘅引擊環、核輪同軸心。跟住落嚟，我會詳細講解佢哋嘅分別同型號，以及佢哋對陀螺嘅影響。首先，我哋嚟睇下煉獄魔獵。煉獄魔獵嘅引擊環擁有4片粉碎刀片，令到佢善於打亂對手陣腳，同時亦為呢隻陀螺提供主要攻擊力。而佢嘅核輪都有4片刀片喎。但呢4片刀片嘅主要作用就係令到佢易於閃避對手嘅攻擊，同時核輪調低咗陀螺嘅高度，令到佢嘅防禦力提升。最後我哋嚟睇下佢嘅軸心，佢縮細咗嘅軸尖令到佢兼備開局時嘅攻擊力同埋局尾時嘅持久力。呢3個元素加埋就令到佢成為一個平衡型嘅陀螺。跟住我哋落嚟睇下戰狼狩獵 F。戰狼狩獵 F 嘅引擊環下面有個自由回轉環，令到佢可以輕易卸除對手嘅攻擊。而佢嘅引擊環係具備優秀離心力嘅連擊刀刃，喺佢接觸對手嗰時可以好輕易咁干擾同破壞對手嘅旋轉姿勢。佢嘅核輪令到佢嘅陀螺高度設置為低位啦。而佢冇刀刃嘅設計，令到佢可以輕易咁抵擋嚟自唔同水平方向嘅攻擊。再配合埋啱啱講嘅自由回轉環，當對手嘅攻擊力度嚟到嗰陣時，自由回轉環已經射去一大半，而去到核輪嘅光滑表面嗰陣時，就會完全射走啦。最後我哋嚟睇下佢嘅軸心，佢嘅軸心係光滑材質嘅半球形。可以大幅減低摩擦損耗，從而令到佢比其他軸心轉得更加持久。而富有嘅圓盤加重物令到佢產生足夠嘅離心力，同時亦都好似穩定器，喺陀螺被撞歪或者就嚟冧嘅時候，圓盤會貼地將陀螺推返直立狀態，減少被 KO 或者提前停轉嘅風險。最後，圓盤嘅邊緣光滑。就算陀螺被打飛到牆邊，都可以靠圓盤滾動多少少時間，有機會靠呢樣嘢反敗為勝。Three, two, one, go! 第一局係由戰狼狩獵 F 取得持久勝利。Three, two, one, go! 第二局都係由戰狼狩獵 F 取得持久勝利。Three, two, one, go! 第
第三局都係由戰狼狩獵 F 用持久勝利攞多1分嘅。3、2、1 Go shot！ 第四回合係由煉獄魔廉取得極限勝利，獲得3分嘅。目前嘅比數係3-3平手。3、2、1 Go shot！ 第五回合係由戰狼狩獵 F 取得旋轉勝利，獲得1分嘅。目前嘅比數係4-3。我哋今場嘅陀螺激戰獲勝者就係戰狼狩獵 F， 嚟獲得1分先嘅。